朋友大家高早，大家好哦！今仔是111年10月初10，恭喜台语台的转播团队哦！今仔会伫遮专程用台语为大家奉上今年双十特别节目哦。我是苏君，我是嘉豪。恭喜台语台已经是连续第4年伫这个头前呢，来现场奉上，互咱的观众朋友知影。伫咧节目现场呢，是由我嘉豪一个个苏君，在这个现场所在为咱观众朋友奉上。另外，台语台也派出2名勇将，一位是咱的可行主主播，另外一位是主持人吴国珍老师，也伫咧总统府边协助台语的翻译。是哦，因为本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哦，所以规定讲所有重要活动拢必须要有本土语言的翻译，互大家会使来选择上实在语言来收听、来收看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所以今年国庆的设计哦，有真侪无共款设计的线条，有青色、有柑仔色、有蓝色、有水蓝色哦。所有的线条往中来集中哦，这看起来就亲像是一面盾牌哦。这嘛代表讲无共款族群的民众，大家团结共心哦，才有法度做伙来对抗外部威胁。伊看起来嘛，亲像是一个勋章哦。这嘛代表讲咱台湾人民伫这个土地顶头几10年来打拼的成果。对啊，就是讲吼，伊是一个勋章，也好，也是讲是一个盾牌也好吼。用无共款的色水来代表着咱台湾无共款的族群，也无共款的族群伫咱台湾这个土地打拼生团，成就咱的台湾人。所以，这届这个双十活动的主题叫做“守土卫国，治我同行”。所以啦，咱所有无共款的人伫咧台湾这个土地打拼生团，成做一个台湾人的时阵，你我拢有责任来保护这个国家。虽然讲到这个最近啊，台海局势当咧紧张，咱的隔壁中国哦对咱的台湾威胁真大。不过咱的台湾呢，真做世界当中、国际当中的一份子，而且咱甲世界真侪人是交朋友，所以呢，有真侪国家来甲咱相挺，真侪国会议员来甲咱台湾拜访。咱民主自由国家的徛共阵，所以行伫个民主自由这条路，台湾绝对袂孤单。确实哦，民主的道路哦，咱确实是袂孤单哦。嘛，要甲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个上新的消息哦。因为10月13开始，咱国内的防疫特别放零了哦，就只需要0+7，就是免个隔离哦，也毋过回国嘛是爱个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哦。这代表讲哦，咱要甲病毒来共存咯，咱的生活咪当豆豆啊恢复正常咯。现主时哦，防疫阁是3+4，也毋过今年哦已经有超过45个国家2000多位侨胞回国来参加这双十的活动哦，大家嘛拢真期待今仔真精彩的表演。对，因为今仔日其实在场有真侪国家这的大官吼，这的头人、这的贵宾，甚至嘛有国家的总统来到咱台湾吼。比如总统，对，较等下一来向咱的观众朋友介绍。也讲到今仔日这双十活动，会当讲吼安排了非常的精彩。咱拢知影讲吼，愈在地是愈国际。在今仔日表演头起先呢是安排原住民的这个表演。这原住民表演呢是由北加朗团队所带来精彩演出。这个北加朗团队呢内面有张振兴，以及着咧阿米斯第2代，也就是马兰吟唱团，以及着咱演唱台湾这摇滚的这个董事长乐团做伙来合作，所演出的一个精彩表演。而且因互相有合作哦，有摕到一张格莱美奖。这个格莱美奖是最佳专辑的包装奖，会当讲是咱台湾头一个格莱美奖。所以来精彩节目，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共同欣赏。其实咱安排真侪款精彩的表演啊，大家上爱期待就是讲吼，迄个逐年啊，这个双十这个活动的时阵，拢会送一个礼包，对不？啊，迄个礼包吼，真侪人拢问我讲，嘉豪今年这个国庆的时阵啊，这个双十这活动的时阵，会炸什么款的礼包咧？咱来看哦，这是今年礼包内底的帽仔哦，这个帽仔上特别的是有东西南北哦4个灯台的地标哦，这4个灯塔就表示讲，伫台湾上边啊来守护台湾的人哦，所以这4个灯塔有鹅銮皮灯塔，啊，佮有富贵角灯塔，啊，佮有三头路灯塔。圣地亚哥、西班牙记啦。对，有4个无共款的灯塔，这就代表讲，咱边境的人会来守护咱台湾。
对，除了这个帽啊以外呢，其实佫有送一块喙罨。因为咱拢知影讲吼，咱即马是伫咧后疫情时代，虽然啊，咱台湾渐渐要行向这个0+7的这个方向吼，会当等于讲要甲病毒来共存。不过呢，咱也是爱顾惜咱的健康。另外一个上界重要就是佫送一个温水罐，这个温水罐真特别，要送予所有的来宾，加做一个纪念。所以咱即马来看百家人来带来精彩的表演。这张专辑的设计师李正汉及余威是以马兰部落所在的东部海岸为出发，设计理念是由人的侧脸样貌勾勒出海岸和山脉，同时也拿到了第64届葛莱美奖最佳专辑包装设计奖。在这现场呢，除了咱原住民歌曲演唱以外呢，在这现场带来精彩舞蹈表演，是由咱的新世纪文化艺术团以及着咱的台北市福林国小野球队做伙来表演。来讲到这个福林国小的野球队呢，伫今年2011年世界少棒联盟锦标赛摕到亚太区冠军。整一回咱台湾摕到冠军已经是12年前的代志咯。因为也真无简单，伫今年8月底，美国宾州的威廉波特世界杯比赛得到全世界第3名，有影是咱的台湾之光。与珍重再见，搭配新世纪文化艺术团的欢乐舞蹈，让大家感受到海岛上澎湃且生动丰富的生命力。
着是洲际杯大会主题曲《追追追》，鼓励台湾人民做伙拍拼。就会伟大，把青春挥洒太阳下。我想你困难走回来，打拼，风雨较大嘛不惊，嘛不惊，有梦想。 今年为台湾赢得睽违12年的2022世界少棒联盟锦标赛亚太区冠军，同时在威廉波特拿下世界季军。就跟这首歌一样，鼓励大家有梦想就追追追，勇敢的人自信的飞。借由他们的演出，要鼓励大家用肩行。有梦想就追追追。 相信自己就会有奇迹，给自信心有增强，被肯定白的力量。有梦想就追追追，勇敢的人自信的飞，让变做天空美的花，永远都爱尽情打拼，用真行。 演唱队哦，做伙表演的当属两乐团哦，因其实是真有台湾文化特色的音乐乐团哦。因一向拢用台语来创作，对母语的保存甲推广哦，嘛拢真用心哦。这场百家乐是这两个团体做伙合作，是以马兰的欢乐啉酒歌重新来改编哦，让世界听到咱台湾无共款的音乐，嘛真受到肯定。这场歌曲呢，其实就是鼓励咱台湾人哦，是有梦上水，就爱希望上水啦。就希望讲哦，咱若是有梦想，就爱拍拼去追求，认真去求取安尼。当然啦，配合着这个囡仔吼，是摕到这个威廉波特世界第3名，而且这动作也有这个拍棒球的动作，也点讲吼，其实真有代表性。说落来呢，就是咱上届期待吼，真侪观众朋友真爱看这国军甲机队精彩演出。海、空3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他们是国军的艺文尖兵，更是专业的军礼部队，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庆典及军礼勤务，并经常与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及各地举办音乐会，展现多元形态的演出风格，深获各界的好评与回响。现在各位所听到的《捍卫进行曲》，
方式，展现全民捍卫国土的决心，为今年国庆操演揭开序幕。紧接着进场的是中华民国3军仪队，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3军仪队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勤务及庆典操演，并担任国民革命忠烈祠、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慈湖、大溪陵寝礼兵驻防任务，其礼兵交接仪式庄严肃穆，名闻国际，展现我国军精实壮盛的一面。立正！营队长空军上校刘光荣报告，操演开始。操演开始。国旗代表国家，承袭革命先烈牺牲奉献精神，才使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屹立在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骁勇进行曲》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李玉川中士所创作，乐曲精选了信号曲、军胜序曲、傲视群峰及见义勇为4段组曲，象征国军无畏无惧、捍卫家园的决心，同时也展现国军联合乐队文武兼备及创作演奏的能量。历经时代的考验与挑战，中华民国才得以繁荣与茁壮。3军仪队借由双十队形，来缅怀先烈牺牲奉献精神。让我们以诚挚及感恩的心，祝福中华民国111岁生日快乐！为国家军容壮盛的象征，队员们均秉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队训，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各项重要任务，从中培养出高度荣誉感，是一支汇集忠诚、忠义、忠勇军风的威仪部队。
升防卫作战效能，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同时，结合后备动员能量，驰援各项军事任务，建立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团结才有力量，坚定才能自强。近年来受到疫情的考验，除了警消、医护及民间的量能，国军也配合政府政策，投入抗疫作战，戮力同心，守护家园。紧接着，三军仪队将在没有音乐的伴奏下，以拍枪动作配合踏步转身及靠腿身为节奏，呈现多层次的原地间枪法，展现仪队队员团体默契及勤训精实之训练成果。请看操演。今年更不同以往，首次挑战全员左手转枪，再在考验队员彼此间的默契及专注力。请给予仪队弟兄热烈的掌声鼓励。协同合作，内外齐心，没有个人，只有团队。我们是中华民国三军仪队，请再次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接下来演奏的乐曲是由陆军乐队李征志中士所创作的《为国进行曲》。国军联合乐队将透过震撼的旋律，让现场嘉宾感受到音乐堆叠的张力，犹如亲临前线，感受国军振歌带弹、奋勇抗敌的坚定意志。国军是捍卫国家的前线，是守护家园的先锋。对国家，我们誓以至诚；对人民，我们视如己出。我们付诸行动，用毅力实践军人使命。我们爱民助民，用热忱维护人民福祉。面临任何挑战，无论
速。敌对弟兄将呈现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枪法，空抛2转半及腾空大抛枪。请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严守本分，恪尽职责，日以继夜辛勤训练，秉持备战不求战、应战不避战之原则，负起守卫疆土的责任。现场嘉宾听到的是由国军联合乐队改编自歌手任贤齐的作品《永不退缩》。我们勤训务实，锻铸金石战力，成就钢铁劲旅。我们义无反顾，昂首承担使命，不畏战，不惧战，国土主权，寸土不让，奋勇决心，坚守不退。享受民主的果实，我们应当饮水思源，不忘先贤先烈所建立的稳固基石，心系使命，肩负责任，传承光荣历史。同心协力，我们蜕变，我们坚强，犹如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3军仪队及国军联合乐队排列出双十飞翔队形，象征全国人民昂首飞翔，与中华民国共创璀璨未来。今日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国军联合乐仪队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立正。当咱看到讲吼，咱的这个国军各队啊非常辛苦，唔但演练出这个演奏的技术以外，而且呢，因逐工是拢伫咧拍拼练习，伫咧大日头骹伫咧在演习吼。也其实啊，会当讲吼，今仔来遮表演的这团队非常的拍拼，非常的认真，包含着咱这个双十活动的进前的预演当天啊，也有咧落雨吼。啊，今仔早起啊，透早也落淡薄仔雨吼，所以会当讲为着这个双十活动伫咧安排，大家是无惊风雨。有影是看了是真感动。各当哦，国军的表演拢是咱会当收看的重点哦。今年应该家己创造一首为国进行曲哦，要来坚持讲咱保土卫国的决心哦。所以真正是非常无简单，听起来嘛非常的，真正是真振奋人心哦。咱等这个表演哦，是今年真特别的舞阵，舞阵是第一届来登上咱国庆的舞台哦。咱人讲哦，台湾第一乡是西港半乡，所以呢，等这咱会等来欣赏咱的舞阵。每位成员心中都坚持着照顾永不放弃的信念，目的就是将今日的操演完美呈现在全体国人眼前。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我们将持续努力练习，精益求精，带来更精彩的操演。
在这个国军甲机队精彩演出了后呢，说落来吼，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台湾味的台南武阵，今年来到着咱总统府头前要来演出。是哦，今年是国庆头一届哦，有这个武阵的演出哦，嘛邀请到台湾第一乡西港挂乡哦，咱今仔就邀请到台南7股的里长。像哪里的里长黄宝灿哦，因的里是白河町哦，附近的砖头哦是金西镇哦。咱今仔特别请里长来甲咱讲哦，咱看顶头要安怎，唔拿看老咧，嘛会使看到美甲。对，人讲哦，这个外行是对人买，内行是看布袋。啊，今仔日咧邀请到咱黄宝灿里长来到现场吼，你来到这个所在，我要甲你问一下详细安尼来，来。里长，我想要先甲你问哦，你今年收到国庆的邀请，你迄阵那心情是安怎？其实吼，阮收到这个邀请的时阵，阮是大家拢感觉真荣幸哦，嘛真欢喜，会当利用这个特别的日子，将咱在地文化做伙来庆祝咱一年一度的这个国庆。所以这3镇金西镇甲白河镇，大家通知了后，接受随马上开会，开会了后就马上同意，大家就开始咧决定讲要参加今年这个国庆。哦，安尼里长我要你刷落去请教啊，电集团的白河镇来到这个现场，啊，这个金西镇听讲是西组，啊，这西组伊特别是伫咧倒位啊？其实应该是用咱的金西镇伫咱西港乡是占真重要这个部分吼。尤其是咱西港区湖顶那这个金西镇，是咱古早吼，咱听讲是清朝时代都有这个顶头。啊，尾啊因为这个经费的问题，所以就暂时听讲个代理涂骹吼，啊，经过后人吼。到二开了后，佮开始落去经营吼，所以佮即么百外档啊吼，啊其实真嘛看了真侪即个金西镇，所以咱讲个西部也是西组啊。哦，就是安尼。啊，咱白河镇呢，因为我感觉讲，白河镇伫台湾较罕的见哦。听讲你是头一团对吧？对，阮这树仔脚白河镇是咱台湾唯一的一团，不过即摆伫陆里嘛有通看到一间白河镇。其实阮树仔脚白河镇主要原因就是为着要参加西港挂乡来保护阮空务潜水这个神格所成立的一个顶头，吼，尤其是为着要应该是讲，阮的长老无爱甲别人共款，吼啊，所以就特别吼去强请吼，咱玉皇上帝派请南极神龙的坐骑，就是咱的白鹤神师甲咱的董主来做阮顶头的这个带领的这个头领。里长，你介使甲阮小解者，咱家到伫画面顶头看到这100回哦，这今年100回哦，这是咱的何国昭老师吼，伊伫民国60几年开始，就是咱树仔脚白河镇来教这所有的队员吼，啊，这是何国昭，今年已经4回，已经100回啊，嘿，啊，所以伫阮遮咧做阮附近的这个顶头吼，拢可做伊是国宝，吼，嘛是咱台湾吼真正好的一个老师。要来顺续请教里长啊，咱伫咧画面当中会咱看到吼，这个金西头前有一个囡仔，啊，刚上摕一粒彩球袋啊，对，啊，迄是啥物？这个角色是啥？其实吼，咱金西镇吼，咱伫咱台南附近的金西镇，拢有一个西段。吼，啊，这西段大部分拢是查甫囡仔吼，来去扮演的，吼，啊，装了真水，啊，面吼，手配吼，拢个抹红红，吼，啊，佮挂一个，尤其个你有讲，挂一个挂太阳眼镜吼，啊，佮穿红豆干啊，吼，感觉真趣味吼。其实真个咱像咱一个龙镇的一个彩球吼，迄个龙珠安尼伫头前做引导的，啊嘛是咱增加迄个可看性啦，吼，或较精彩安尼。哦，就是增加一个戏剧性的对吧？啊，另外伫咧这个白河镇头前嘛有一个东主的对啊，对，迄个东主嘛是伫咧人这个白河的角色对吧？一般吼，阮最主要是东主咧带到白河咧带领所有队员参与所有的电视这个演变安尼，系。安尼迅速过来请教到咱的里长吼，因为咱即摆看到即个白河镇甲金西镇啊，伊是毋是甲咱传统的宋江镇也是有牵连的？其实拢也是共款吼，咱南部号称南部上港4镇吼，就是有咱的上港镇、搁金西镇、搁白河镇，啊，搁一个西港区有一个五号平西镇，所以号称南部上港4镇吼。其实这拢是属于咱上港镇吼，只是伊的带镇的任务无共款。哦，所以带镇的任务无共款。安尼为什么甲你请教里长啊？就是讲吼，这个宋江啊，你看咱即摆伫画面当中看到的大概是伫咧超群练武啦。
啦吼，也甚至较顶啊无定有这个兵器的部分。呀，我当然啦，咱这个操训练应该毋是这个生身体健康的啦无，这咱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嘿。对对，啊，这上早的原因为什么会来操训练武啊？其实应该是讲，大家拢是为着保护家己啊练身体啦。啊，重点吼，以西港乡的挂乡吼，这个顶头大部分拢是为着要参加西港挂乡所组成的。那当然吼，你一定要练到好势，拳头一定要练到好，唔才会到展现讲咱整头的这个顶头的一个气势。哦，你来讲啊，大家拢无出力的吼，还是讲拳头练了无好，大家拢会互相比较，所以大家拢真认真拍拼，去咧练拳头，个暗棍安尼。咱今仔有啥物兵器的表演啊？就是即嘛真有刮刀吼，咱所谓的斩马刀，还有塔刀，还有双刀，很多真济这个武器吼，拢是咱其实伊上港金狮到北河，伊的武器大部拢是共款的。这是个咱的刮刀吼，还有杆嘛，杆嘛，盾牌，杆嘛，盾牌。我拄则有看人摕一支棍啊，迄个听讲迄支棍啊真重，伊偌重？长字，你是讲长字？对，这才出来。一般吼，咱的上港镇吼、金狮镇还是白河镇吼，迄支是咱老师傅咧举。典型出老师傅吼，伊的功夫，所以到迄支是一长2尺。一长2尺，多360公分，360公分，叫做长字的。对。后边无，等一下，即马这是上刀。咱为着这个表演哦，咱安怎操演啊？一般吼，拢大部分拢会。一般时啊，就是拢落暗管，暗管就是落咱咧拍咱的拳头吼。啊，每一个人有学伊家己的拳头，太祖拳啊、白河拳啊吼、罗汉拳真多吼，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学吼。啊，尤其吼，咱即马为着要推上这个在地文化这个传承吼，拢有着办这个这个迄个学校的教育啊，啊个怎样办一寡活动来吸引吼在地囡仔去参与这种的在地文化传承。这是白甲对感嘛吼。也想要顺续请教李长啊，像这是毋是有真济囡仔因来学？你爸爸妈妈嘛来看，看了爸爸嘛有兴趣来煞咧学。其实这是咱在地文化传统的，但这个顶头的拄着的这个困难吼，尤其咱伫庄卡所在吼，咱的囡仔愈来愈少吼。啊，尤其吼，即马囡仔愈生愈少，大家拢真注重这个教育吼。除非讲爸爸妈妈吼愿意接受囡仔去参与这种活动吼，啊，所以参与的人其实嘛袂讲介多吼，啊，所以在地传统这个顶头吼，即马要做你伫经费上、人力上吼，拢会拄着现实的这个问题吼。所以恁即届要组织遮侪人，其实嘛是应该是遇到一寡困难吧？当然吼，包括经费的问题吼，啊，包括人力的问题，啊，个训练的问题，这是真一个月前才知影的代志吼，啊，所以临时要组成，一般咱西港挂乡咱3年才一届，吼，啊，所以普通时啊，一般拢是无咧训练安尼。这是大刀吼。尤其吼，即摆已经有做囡仔咧参与啊吼，以前咱讲做囡仔袂当落去武定吼，啊，毋过即摆吼为着推上，啊，包括就是因为人力的问题吼，所以包括囡仔，个做囡仔拢有参与着即摆武定顶头的即个活动。毋过查囡仔嘛是个算作少数啊，敢是讲安那鼓励因买来参加这个顶头？一般吼，咱应该讲是咯，但家己有兴趣的人开来参与。其实要训练这嘛是真辛苦的一件代志啊吼，因为佫是一个团体活动吼。这就是杆嘛吼，杆嘛，盾牌。这杆嘛是用顶做的是？咱金狮镇上顶做的藤条吼，咱讲白河镇上竹啊，竹竹编。阮落去编的吼，较辛苦，主编的较无好做。咱即马伫画面上哦，买单看到总统哦，即马当伫总统府内底会接见今年来台湾参加双十节活动的贵宾哦。这届的贵宾哦，除了有不了的访问团，阁有来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科学太空科技委员会主席讲师，佮日本的团体哦。目前咱这就是咱的长字吼，咱拄仔讲的这支长啊，真长，这就是咱的老师傅。一般老师傅咧做收尾这个工课吼，这就是每一队一定要有一个老师傅来担任这个角色。
也顶现吼，伊即个长度真长嘛，顶现吼，即师傅的即个腰力到伊的手力吼。这差不多混的偌久吼，我都人压这个。唔是训练的问题，是应该是咱本身体质，还是讲咱家己的力量的问题。吼，唔是干咱训练，你来讲一般人无力吼，你讲叫伊训练一单嘛是无法度吼。啊，你想要甲请教理长吼，就既然讲恁遮尔侪人来出这电头啊，一定有相关的这个电法，吼。啊，亲像咱即马这要行的这个方式啊，咱即马一般吼，咱要行电法，一般拢会先踩裤。吼，咱踩裤就一般就用咱的热身吼，一甲身躯上踩裤安尼吼。咱即马有今日为着吼配合咱的101年这国庆吼，排出详细的这个八卦阵。吼，咱今年咱有八卦阵啊，有这个龙门阵啊，有真侪阵头亚钢阵吼，拢是每一个像金丝阵甲白鹤阵啊，拢无共款，啊，毋过大同小异啦吼。像即马就是咧拍裤。经过拍鼓吼，啊，伫咱的白鹤东主吼，甲咱的金狮去带领所有的队员去改变所有的阵法，吼。恁电头甲电头敢有啥物合作，还是敢有啥比较啥物？电头大部分吼，咱一般吼拢有，你看伊迄骹筋啊吼，伫腰内底迄个骹筋啊，红色的，就是吼红色有青色的，吼，啊，佮有黄色的，就是伊的老师。吼，咱的基德老师一个传承吼，所以因就较做伙咧活动，吼，拢有分骹筋啊，或者是讲我的师傅就是讲种少林派、武当派，吼，这就是拢有分吼。哦，所以有的恁的所在也叫做红骹筋啊，对，啊，黄骹筋啊、青骹筋啊，就是一拜伊的老师基德老师无共款。哦，对。啊，这派门无共款，恁所在的，比如讲伫遐操演这的兵器当中，这屈射甲骹步手术敢有无共款啊？有大同小异啦，啊，毋过每一个师傅拢会留一步，应该留一步吼，就教无共款的这个步数吼，会染步，还是讲啊有可能嘛讲老师傅一直传来，啊，家己少年的学吼，愈来愈减的，有染步开安尼，染步开了。咱讲原底10分钟可能剩5分钟安尼，吼。遐尼请教理长啊，像恁白鹤阵啊，是讲金狮阵也好，像恁安尼通常出阵拢爱有偌济人才有法度出阵？一般平均上少爱50-60个，50-60个，大约上少爱60个左右。像阮今仔来参加咱的国庆表演，每一队上少70个左右吼。这种爱长时间去参加练习演练较活动，因为个人呢，个双人的共队，个团队阵法的演练哦，所以长时间去参加哦团体的这个训练安尼。理长安尼，恁通常训练的时阵，通常是当时啊？大部分拢是西港挂香前，正当以前就爱训练啦。正当以前爱训练。因为吼，咱拄仔讲的现实的问题是讲无人啊，大家拢会互相去邀人吼。以前吼，咱的阵头吼，拢是在地人员去参与。爱个经过，毋过即马人愈来愈少啊，所以拢爱四界去招募吼，隔壁庄的人安尼来斗协助，组成即个阵头。啊，若外地有兴趣要去学，敢会使？即马拢尽量欢迎啦，为着传承吼咱在地文化。那如果要报名，会当去就对啊。你要坐专车来。无问题，无问题。对。这是咱为了配合吼，咱这个国庆特别安排这个八卦阵安尼，吼。啊，这个八卦阵的意义是什么呀？咱一般就是辟邪嘛，吼，就是驱邪吼，啊，就辟邪吼，啊，就扫毒妖灭安尼。咱一般庙宇大部分拢是讲安尼吼，就温热这是咱何国老师吼，真感动，要100岁啊安尼。真空惊哦。吼，你看咱西段，吼，啊个咱的董主就是扮演吼，一种角色的引导的动作。你看100岁何老师即摆搁踢腿你看，伊真热心啊。其实应该是当休困，我会记阮伫80多岁前讲啊，何老师搁我都跳偌久，应该是然后3档1颗，应该是搁1颗2颗，到尾啊才100岁嘛是搁来咧参与。真正是真无简单啊！这是由北一女中为我们带来的乐仪机器队表演。
讲咧啦，这个西港挂香啊，也其实咱邀请到咱台南的武林西港挂香，咱的金赛镇甲白河镇来到咱的总统府头前演出啊。甲咱今年这个活动主题是守土卫国，你我同行。也毕竟这个团队，这个顶头本体就是一种民防的概念，也希望讲呢，透过着这个顶头的扮演呢，来提醒讲，其实保家卫国，唔是国军的责任了，其实事实上，咱每一个人拢是有责任的。所以今日最感谢李长哦，甲咱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互大家哦，即马后摆看武电，就拢知影讲爱安怎看，才是专家咯。也说到咱的有关是精彩表演，也在去年的时阵，这北一女的家己队内部来参加到这个总统府头前相识这个演出吼，真侪观众朋友感觉讲，哪会无北一女来参加呢？有关今年吼，这大会安排到这带伫隔壁的这个北一女家己队带来精彩演出，咱做回来欣赏。国家进行演出。没错，他们也受邀参加过国庆大典、元旦升旗典礼、外宾参访以及其他的重大演出。现在是进行曲之王约翰·菲利普·苏萨 Manhattan Beach， 轻快活泼的曲调，趁着沉稳的鼓声，用以展现高难度的抛枪、转枪和双人枪法。没有错，北一女中搭配曲目，特别为国庆设计出全新队形，用各式转法和步伐穿插交织出美丽图案，同时展现了队员们彼此间的信任感。机队哦，其实是甲队二队、佮有机队这三个队伍组成的。其中上大成成立的是穿红衫的甲队哦，再来是穿青衫的机队，拢已经有超过50档的历史咯。机队是伫民国87年才成立的，上少年哦。半世纪以来，因定定拢几多来外来演出哦，嘛捌参加过美国加州玫瑰飞车大游行、美国的国庆游行、听将奥运的开幕等重要活动哦。因的表演拢真受到欢迎，嘛真受到娱乐。也讲到咱这个北一女的家己队因的表演的队形变化是真侪，而且佫整齐。每一个队员的因的动作拢袂去定打去。平常时啊，因也是爱开真侪时间伫咧训练，这样精彩。结果呢，所以呢，其实呢，每一个对北一女来毕业的这学生呢，那准吼是因过时阵有参加到这家己队吼，其实会当讲是因规世人吼，规世人的荣耀啦，会当讲是因青春当中上介好的记忆。情况下，悬枪踏地，要展现队员之间的绝佳默契。
三首曲目《Stronger》是美国歌手凯利克莱森的畅销曲，歌词中引用尼采的名句“不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坚强”，表现出从困境中坚强走出、不畏艰难的正向信念。没有错，搭配不断变化的队形与团队默契的枪法，要凸显不被艰险困境打败的精神。即将演奏披头士的知名曲目《Hey Jude》，来表现勿忘初心、明知所向的意念。Hey Jude 是一首鼓励人们走出难关的曲子，曲风朴实自然而真挚。希望在这艰难的时刻，鼓励国人回归初心，宣扬爱与和平。最后即将以气势磅礴的铜管乐器，搭配女神卡卡的《The Age of Glory》，演奏出振奋人心的曲风。这也象征着国人面对所有挑战，都能展现坚定自信的一面。虽然这个北一女的这个甲机队咧，虽然是一个传统有历史的这个表演呢，不过这个表演者拢是因在这个高中生、这个女学生，所以呢，因会选一寡西洋的流行音乐来演出，就像今年啊，就这个美国歌手凯利克莱森，还有披头士，还有女神卡卡这个歌曲。一个上新的消息咯，因为18当前捌参加美国加州玫瑰火车游行哦。
今年又个受到主办单位邀请哦，按说讲12月27特别出发去美国加州咯，伫元旦的迄天哦，会来参加美国加州的玫瑰花车大游行，伊嘛是这届亚洲唯一受到邀请的学生团体哦。也毋过，这个表演团体学生跟教练加起来计共到135个人哦，所以团费大概在2000万。所以即马家长奥运会嘛有发起募款哦，嘛讲社会大众来斗相共来支持这查某囡仔的梦想，让全世界拢会当来看到因精彩表演。也希望讲吼，因会当继续来打拼、坚持、追求家己的梦想，因为这逐个青春当中，这记忆会当陪伴着因一世人。谢谢北一女中乐仪旗队的表演。接下来，请与会的贵宾、长官，掌声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帛琉共和国会树人总统莅临会场。His Excellency Surrounded Phipps Jr.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咱台湾的友邦帛琉总统惠树人是咧10月初5带团来访问台湾，也参加咱的这个赏识典礼，展现支持台湾的决心。惠树人也讲呢，知影台湾的防疫对13开始就要改做是0+7咯，也非常欢喜，也要来欢迎着咱台湾的朋友去到帛琉观光。这惠树人总统也强调，因帛琉有98%的民众已经拢注过疫苗，所以因的疫情会当讲是非常的稳定啊。这届国庆的贵宾哦，除了别的访问团哦，其实更有来自美国联邦众议科学太空科技委员会主席江森，到日本国会跨党派优待小组立法议员昆丹会会长古屋贵司等19位参众议员组成的访问团，伊嘛专工来为台湾祝福。咱即马嘛做伙来看影片哦。接下来，请大家将目光看向上方，空军永鹰高教机搭配2架 F5型机。咱即摆伫咧现场会当看到是2台 F5战机，以及着永鹰高教机，空过着咱的这个总统府头前的广场。这是31当前咱家己建发的 IDF 经过好以后，永鹰高教机是咱台湾搁再投入国际国造成果。是哦，这永鹰直升机伫2020年6月份头一届起飞，今年7月份伫台东的志航基地嘛已经有4台咯。咱即马继续来看国军的表演。
也在今年呢，除了有这个秘鲁总统来到台湾来参与到咱今日的双十节活动以外呢，今年是非常特别哦。在今年呢，这唱国歌的部分呢，是有甲3个所在是来连线。除了伫咧总统府头前伫咧唱国歌以外呢，另外伫咧高雄主要的塔军军舰顶头邀请到海军，另外伫咧咱的马祖东引上界北边的提票，邀请东引指挥部和联工馆的代表，这第2现场，大家要来做伙唱国歌。而且呢，今年这国歌领唱的这个部分呢，是邀请到来自马祖的四乡五岛儿童合唱团做伙来展现着这唱国歌，用囡仔上界天真、上界活泼、上界单纯的声音来唱咱的国歌。距离大会开始还有1分钟。今年看到国军的运输直升机哦，会吊大牌国旗哦。这个国旗哦，有半个篮球场遐尼大，有2台乌鹰直升机会来放上哦，会慢慢来经过咱总统府广场头前的天顶。北江的第2现场，由连江县张永江议长等士绅代表与东营指挥部一起献唱。第3现场在左营军港。由塔江军舰上的海军弟兄们一同领唱国歌，同时也感谢中华电信全力支援连线作业。另外，陆军航特部运输直升机与黑鹰直升机以跟踪队形，在今年的国庆礼展是由国立实验合唱团加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合唱团，今年是111年派出111个团员合唱这客家歌曲《泰家航空旅》，大家行共路的意思就是讲，一人行一步，共款行到伫咧路里，大家互相陪伴。也在去年的时阵呢，因为原住民安排这个国庆礼展，今年来唱这个客家歌曲，也代表讲大家互相团结，台湾一定会愈来愈好。国庆大会开始，全体肃立，立正。主席请就位。奏乐。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请主席、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
国歌领唱人员行注目礼，听障人员行举枪礼，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请脱帽，鞠躬，敬礼。再鞠躬，三鞠躬，立正。请复帽，主席请复位，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主席致辞。恭请大会主席游锡堃先生致辞。我刘惠恕元总统，各国友邦与驻台代表，各国的国会议员，日本国日华肯祝贺团，各位归国侨胞。各位守土卫国的国军英雄，守护全民健康的防疫战士，各位贵宾，全国各位乡亲父老，马里马萨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1年国庆，首先。锡堃代表大会竭诚欢迎大家的莅临。此刻，相信国人跟我一样高兴，因为我们同心协力正面迎战 COVID-19 将近3年的时间，最近终于可以逐渐向过正常生活的境界迈进，真的是天佑台湾。这次，锡堃代表大会向全国的国军、警消、外交、医护和防疫人员致上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不眠不休、不分昼夜，守护人民、捍卫国家。因为有你们，国人才能够无惧恶灵的军事霸凌；因为有你们，国人才能过着安定与幸福的生活；因为有你们，国人才得以在今天举办盛大的国庆活动。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来表达我们对大家的感谢，这样好不好？谢谢大家。台湾经过3度政党轮替之后，在全民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民主及经济成果越来越被国际社会看到。根据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今年2月公布的2021民主指数报告，台湾在16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8，高居亚洲之冠。不仅如此，同样是在今年的2月，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的2022年全球自由报告，名列自由国家的台湾获得94分，跟冰岛并列第17名。今年7月，立法院在亚洲排名第2名，成绩斐然。去年国庆，我们用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作为活动的主题，借以凝聚国人共识。经过大家的用心与努力，
这一年来，非邦交国就有美国、日本、法国、瑞典、立陶宛、斯洛伐克、德国及捷克等8个国家及欧洲议会，合计246位国会议员来访。今年不仅好友越加越多，而且友好变成盟友。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稳定。例如，去年年底，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先生强调，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最近，美国拜登总统再度重申，美国政府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承诺，印证了多道多助。今年，我们用守土卫国、你我同行作为国庆活动的主轴，衷心期盼也能够成为2300万人的共识。我们追求和平，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但是和平并非屈膝可得。为了遏阻任何妄想扩张国家的侵略台湾意图，我们必须备战而不求战，全力强化国防，充实自我防卫能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今年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声霹雳出营中，宛如精致的春雷，一举惊醒了冬眠的生物，振兴了国际上的许多民主国家。相较于中共对于俄罗斯的侵略恶行默不作声，天壤之别的是，民主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援已然像雨后春笋，真可谓应时花木见成虫。其后，当专制战狼仍然在国际上咆哮、霸凌、软硬兼施之时，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口径一致，挺台湾、挺民主，更挺自由民主台湾。今年7月，立法院接受欧洲、捷克、立陶宛、法国等3个国家国会的邀请，由敝人率领台湾国会跨党派访问团，前往这3个国家的5个国会进行正式访问，受到等同于邦交国的外交礼遇，知情的国人都非常感动。接待我方的国会议员们，不仅对台湾的民主成就与韧性表达高度的欣赏与肯定，对于台湾常年在极权恶灵霸凌之下，竟然还能拥有享誉国际的经贸和科技实力，也感到刮目相看。这些日子让我深深体会到，尽管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却很容易互相理解，因为我们都信奉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借此，我要代表立法院再次向国人同胞表达感谢，感谢所有台湾人一起创造了国际圣战的民主成绩，感谢外交第一线尖兵在世界各地的全年努力，更要感佩蔡英文总统杰出的领导，让民主台湾自信前行。台湾常被国际誉为民主典范，但有一件事情令我在面对先进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好意思，感觉汗颜。因为目前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其中有182个会员国实施18岁公民权，
只有11个国家还没有实施。我们台湾竟然与这11个国家一样敬陪末座。为了跟上世界潮流，今年3月，立法院不分朝野、不分党派，一致支持通过了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当天出席了109位的立法委员，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投下了同意票。这是自从2005年到现在17年来，立法院再次通过修宪案。依宪法规定，这一次必须在今年年底举办公民复决，通过后才算完成宪法的修宪程序。这是世代正义的落实，也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使命。在此，我要呼吁全国同胞，今年10月26日，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为18岁公民权修宪案投下公民复决的同意票。老店就老卡，阿母就阿爸，大家投票挺18。台湾民主百年追求，关键时刻总是由青年世代冲锋陷阵，引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蒋渭水先生31岁创立台湾文化协会，开启了台湾文化启蒙运动。27岁的赖和响应了蒋渭水的号召，也投入社会运动，用一生实践其世间美喜还尊哉，永续同为义斗争的理念。他们也启蒙了台湾一整个世代的有志之士，播下了台湾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种子，奠定其后的台湾坚强民主政治的基础。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全民意志是最好的国防力量。守土卫国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在国际民主国家支持台湾的力道见增，及台湾无时无刻面临中共霸凌的今天，我们不但要加强全民防卫意志，支持青年参政，更要使台湾民主的根扎得更深、更壮。最后，再次感谢各界对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护持，敬祝中华民国台湾国运昌隆，各国与台湾邦谊长存，全国乡亲父老，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宏图大展，平安顺心。谢谢大家。侨胞代表致辞，主席介绍侨胞代表。侨胞代表何素贞女士为侨务咨询委员，原设籍在台湾嘉义，现在侨居于泰国，目前担任台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顾问团团长，国际狮子会310地区总监顾问，泰国中华国际学校监察员，泰国台湾会馆荣誉顾问，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咨询委员，长期热心公益，服务侨界，于2019年及2021年分别荣获侨务委员会玉山及福尔摩沙侨务专业奖章，在侨居国
泰国拥有高知名度及良好的社会声望，协助政府推展台泰间外交及侨务工作，提升台湾国际形象及能见度，贡献卓著。现在让我们欢迎侨胞代表何素贞女士致辞。敬爱的蔡总统、赖副总统、大会主席尤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萨瓦迪卡。今天是中华民国111年30国庆，在座欢欣鼓舞的时刻，旅居海外的侨胞同感振奋与喜悦。本人很荣幸代表全球侨胞献上诚函祝福，恭祝我们国家生日快乐，全国同胞健康平安。随着全球逐步迈入后疫情时代，政府恪正领导全国上下，采取正常生活、积极防疫、稳健开放的新台湾模式，持续提升国内医疗能量，并推动多元振兴措施，顾疫情、拼经济，让企业放心打拼，台湾人民安居乐业。2年多来，由于政府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台湾整体防疫表现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与肯定，全球侨界也已有荣焉。疫情之外，全球环境面临极具挑战。为协助国内产业创新转型因应冲击，政府全力维持经济动能，持续推动5+2产能创新、6大核心战略产业及投资台湾3大方案，并成立数位发展部，打造数位国家、智慧岛屿，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台湾必须积极走入国际社会，同时肩起全球成员的义务和责任。政府为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积极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和美国启动台美教育倡议。台湾和新南向国家的贸易额也在2021年创下1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贸易额仍持续成长。本人长期旅居泰国，深刻感受政府的努力，相信台湾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全球民主伙伴的团结合作中贡献力量，崭露头角。德不孤，必有邻。在台湾防疫、经济与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国际社会持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今年6月 ，GF 峰会联合公报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今年8月，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惠勒斯来台，是台美关系25年来最大的突破。另外，来自欧洲各国、日本及友邦之政要高层相继组团来台，彰显台湾能与国际社会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打造具有韧性的民族阵线，有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现居全球各地的侨胞，永远与政府携手同心，长期在国际社会主动积极为台湾发声，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大会及参与联合国各项活动，推展国民侨民外交。今年俄乌战争爆发，海外侨胞及发起各项政治乌克兰难民活动，实践台湾人道关怀的行动力，在国际上创造善的循环。
中国最近不顾两岸和平稳定及台海安全，进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海外侨界时时心系台湾，誓言和台湾站在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在这个重要时刻，本人呼吁全球侨界和国人同胞，让我们共同团结合作，凝聚力量，守护国土、主权及民主，让台湾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做一个受尊重与支持的国家。最后，仅代表全球侨胞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蔡总统政风康泰，台湾人民安居乐业，平安幸福。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台湾สู้ๆขอบคุณค่ะ。请大会主席代表全体与会人员恭请总统莅临会场。国庆礼赞。
谢国防部示范乐队、国立实验合唱团和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合唱团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振辉老师与丁丽芬老师。总统莅临会场。来宾请起立。礼宾。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大会主席游锡堃院长，帛琉共和国惠恕人总统，我们现场的贵宾、好朋友，收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1年的国庆，也是中华民国立足台湾以来第73个国庆日。过去2年多，对抗疫情一直是国家最大的挑战，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同样要感谢在疫情期间为防疫工作付出、共同撑过这段艰辛过程的国人同胞，你们的每一位都是防疫英雄。今年国庆日的气氛和前2年有很大的不同。再过3天，我们的边境管制即将放宽，台湾和世界各国之间也将恢复正常往来。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摆脱疫情的阴霾，迈向正常生活。过去2年多，疫情冲击了全世界。对于因为疫情而离开的国人，我们同感不舍和哀挫。他们的离去也提醒着我们，永远有做得更好的空间。但跟很多的国家相比，因为有大家携手合作、团结守护彼此，让台湾的防疫表现获得世界的肯定。因为疫情受到稳定控制，台湾的经济才能稳健成长。再加上以创新和转型为导向的发展策略，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经济动能不足的问题。我们在全球衰退中逆势成长。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6.57%，是近年来最佳的成绩。今年的 IMD 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的排名是全球第7，每1000人研发人力这项指标，我们是世界第1。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反映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从2018年以来，中央政府的税计剩余已经连续4年突破1000亿元，去年更写下近3000亿的最佳成绩。财政的稳健，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基础建设，提升科学研究，强化国家的战力，而且建构更完整的社会安全网。这些成就是所有国民共同的努力。身为总统，我要感谢今天在场所有的贵宾、各界领袖
还有我们2300万的台湾人民。谢谢大家对民主的参与，对国家的贡献。疫情没有击倒我们，反而让世界看见了台湾的韧性。我们不只守住了疫情，更把我们往前推进了一步，成为我们心中更好的国家。但正如同棒球比赛一样，这一局能够化险为夷，并不代表我们下一局就会风平浪静。走过上一个阶段的疫情风暴，下一个阶段我们挑战更大，更需要我们沉着面对，共同解决。疫后的世界的秩序正在剧烈的变化，目前欧美各国正苦于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台湾的通膨虽然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因应全球经济衰退的变局。在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重组仍在进行当中。台湾虽然在半导体以及资通讯软硬体的领域已经取得关键的地位，但在其他领域也必须要快步跟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另外，极端气候带来的异常的灾变，也提醒我们必须要建立更能够快速应变的机制。在经济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乌俄战争持续在进行，中国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冲击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军事的扩张正在挑战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这些变局都跟台湾息息相关。台湾正处在变局之中，我们不能抱着侥幸的心态，我们必须坚定民主立场，审慎地做出准备，随时因应瞬息万变的情势。回顾过去，正是因为台湾的韧性，我们才能够度过疫情的挑战。未来的2年，在我的任期的最后，我们不仅要持续站稳4个坚持的立场，更要在经济产业、在社会安全网、在民主自由体制、在国防战力，打造更精实的4大韧性，把中华民国台湾打造成为一个更强韧的国家，就是现阶段国家发展最重要的目标。打造更强韧的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能够在逆势中因应变局、站稳脚步、具有韧性的经济与产业。当前最紧迫的经济变局是全球的通膨和衍生的金融紧缩，带来经济衰退和金融波动的风险。为了管控通膨、稳定民生经济，我们透过源头管理，稳定水、电、油、气以及大宗物资和关键原物料的价格，尽可能降低对国内整体物价的冲击。我们也强化了因应金融市场波动的各项稳定机制。同时，透过有效的政策和公共支出，我们会加强投资下一个世代的基础建设和人力培育，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在产业布局方面，我们必须有力地面对变局中供应链加强重整的趋势。除了要加快脚步推动6大核心战略产业的发展，更要持续巩固半导体产业的优势。我要特别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强调，
半导体制造聚集在台湾，不会是风险，而是全球半导体布局的关键之要。我们会持续维持台湾在半导体尖端制造的优势和能量，同时也会协助全球在半导体供应链重整上进行最佳的配置，让护国神山的全球地位更形重要。为了提升经济的应变能力，我们也会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做到任何紧急状况下仍然可以透过有效的调度稳定供应，让社会和产业维持正常运作。为了更进一步和国际接轨，我们也要全方位的推进跟新南向、印太甚至中东欧等国家的合作交流，透过前端技术合作、相互投资以及金融支持等方法，建立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和通路体系。我们也要和世界同步，持续采取因应极端气候的行动。今年3月，我们公布了净零转型的路径图，而气候变迁因应法的草案也已经送请立法院审议。这不只是台湾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更是我们共同承担的世代责任。韧性国家不仅要能因应经济风险，社会的韧性也同样的重要。一个有韧性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经济公平的基础上。这些年来，我们持续透过加薪、减税、增福利来减轻民众的负担，落实照顾弱势的施政理念。而完整建构并且强化社会安全网，更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我们持续提升紧急应变、救护和照顾的能量，希望提供国民更完整及周全的照顾。2年多的防疫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医疗和公卫体系已经展现出对于危机应变的经验和能力。今天，我要借用各位的双手，再一次给我们所有辛苦的医护人员最大的掌声。为了进一步强化韧性，因应未来的挑战，我们要持续完备医事能力，提升医院备援的量能。我们要持续强化医疗体系的紧急应变机制，让台湾更有力量来因应各种健康风险。台湾地震频繁，这几年政府持续进行校园、桥梁、道路的耐震补强及整建，提高公共设施的抗灾强度。为了因应突如其来的灾害，我们盘整避难收容的安置资源，强化全民的防灾和疏散能力，并且提升全民的心理韧性，面对灾害能够冷静而且快速地做出反应。面对少子女、高龄化的社会，我们逐渐大幅增加预算，全力打造友善的生养环境，提高生育补助跟育儿津贴，并且大幅增加平价幼托的名额。我们也冲刺长照的服务能量，更提出因应高龄社会的对策方案。我们积极新建社会住宅，以及推动包租代管，扩大租金补贴，提升对劳工职灾的保险和保护，也完善农渔民3项保险跟退休储金制度，积极的来照顾各个需要的族群。除此之外，我们也持续挹注资源，布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增加社工人力，发展因地制宜的服务，让民众可以就近寻求协助。今年度总预算的社福支出超过6000亿，明年更将突破7000亿，再创历史新高。持续强化社会安全网，
接住每一位需要协助的国民，是政府无可回避的责任。除了国家治理的议题，民主韧性的建立更是守护台湾的关键。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让自由民主体制成为牢不可破的全民共识。民主社会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可以相互争辩，但不论外在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要坚持自由民主体制一致对外。其次，就是强化资讯的透明及错假讯息的辨识。台湾是最常遭遇到资讯战的国家，这项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正不断地干扰我们的民主体制的运作。面对境外势力的渗透及意图破坏，我们一定要用更透明、更民主的方式来应对。例如，在疫情期间，指挥中心不断地召开记者会，就是为了让社会大众充分地能够掌握资讯，降低恐慌，避免错假资讯的扰乱，进而影响全民防疫的信心。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地强化错假讯息的查核机制，让资讯更透明公开，让全民能有效地辨识资讯的真伪，避免资讯战的危险。最后，就是要持续地深化国际合作，跟民主盟友紧密连结。当威权主义的扩张逐渐威胁全球秩序的同时，四面八方的国际友人都来到了台湾，表达温暖的支持。现在正是台湾最受国际关注的时刻。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成为世界民主自由的重要象征，国际社会非常清楚，维护台湾的安全就是维护区域稳定跟民主价值。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的挫败。民主不只是对外定位台湾的国际角色，对内更是强化社会韧性的核心战略。这几年来，为了强化国防战力与韧性，我们加速推动了国防改革，国防预算也逐年增加。我们用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我们不会坐等命运被决定，我们也会和盟友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及稳定。我们加速量产各式精准飞弹，以及海军、海巡的高效能舰艇。此外，我们也积极地筹获各类小型、高机动性的精准打击武器，来建构完整的不对称战力，确保台湾足以应对外在的军事威胁。这几年，国际国造、国建国造都有具体的成果，潜舰国造也如期的推动当中。2周前，台湾第一艘自主研发建造万吨级的玉山军舰正式交舰，还有刚刚大家看到带头冲场的永鹰号新式高教机，都是我们努力的成果。谢谢全体的国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克服万难，交出了这张得之不易的国防自主成绩单。为了落实全民防卫，我们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强化战训量能，透过精进后备教招训练，让后备军人能使用跟现役军人相近的武器装备，提升后备战力，建构能有效地应对现代战争需求的国军，以及建立军民整合的全面防卫动员能力，都是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确保，无论是平时救灾，或者是战时动员，各项韧性的准备，各项物资和人员都能够准确、及时到位。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凝聚
民心士气，强化全民的防卫意识。守土卫国从来都不只是军人的事，每一位国民都是国家的守护者。这段时间，我看到许多朋友，有年轻的爸妈，有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也有许多没有服役经验的学生，他们不分年龄、性别，自发性的参加民间的课程，学习社区防卫、紧急照护以及资讯辨识。这正是守土卫国、你我同行的最佳诠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遗憾的是，近年来北京当局日益升高军事恫吓、外交打压、贸易阻挠，以及试图消灭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的作为，已经威胁到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历经73年的共同生活与发展，已经凝聚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人民和朝野政党的最大的共识，就是捍卫主权以及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们没有妥协的空间。两岸立场的分歧，不仅是历史的因素，更在于民主发展上的背道而驰。北京当局不要因为台湾活跃的民主体制而有所误判，误认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是可以妥协的，进而试图利用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分化台湾社会。这样的思维和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只会让两岸更行更远。我要呼吁北京当局，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唯有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我们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之间健康有序的交流，进而舒缓台海的紧张情势。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之下，我们也愿意和北京当局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各位国人同胞，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而言，最大的任务就是用尽全力给后代一个更好的国家，也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台湾的经济更发展，全球供应链就更完整而坚韧；台湾的安全更巩固，区域和全球就能够和平繁荣。台湾民主更深化，世界自由民主的阵营就更稳固。这是我们过去多年以来从黑暗的坑洞中掘光而行，终于走出来一条道路。这条路也许辛苦，但是我们因此找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意义，也看到了台湾存在对世界的价值。现在的台湾很民主，很自由，经济繁荣，文化多元，不但受到世界的瞩目，人民也凝聚出守卫家园的
坚强意志。今天大声地说出我是台湾人，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骄傲。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是彼此的手足，让我们勇敢坚定、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更要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谢谢。主席恭请总统至贵宾席。今年总统上市单位总统讲到讲，目前已经稳定来控制，所以咱的经济才有法度通发展去年7月税收出3000亿，这钱嘛才有法度来投入其他的建设，来建立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伊嘛讲已经要甲咱打倒，等到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的韧性，咱嘛家己要来打造一个愈好韧性的国家。对，咱台湾要甲打造一个韧性的国家，对这总统谈话的时阵也讲到讲，当同这个全世界这个社会秩序伫咧变化，咱台湾爱徛好在，面对着这个全世界同会碰撞，而且全世界供应链重新改变。但虽然咱的台湾的半导体互全世界看到台湾，不过除了半导体以外，其他产业也会对咧升级。而且，咱台湾正做一个印太地区的其中一部分，和平稳定是正重要，也坚守着民主的立场，希望会当透过4大论性来建设台湾。另外，针对强化社会安全网前总统嘛讲到防疫甲地震，伊讲防疫方面咱爱来强化医疗体系。针对咱台湾常常发生地震那么爱来做内政的补强，提高公共设施内政的强度。另外，针对少子化甲高龄化的社会除了来改善生囡仔的环境嘛要来增加长照的服务。总统嘛提出因应超高龄社会对策方案嘛讲明年社会预算会突破7000亿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上悬的。除了有这个社会福利政策、医疗的部分会照顾到咱台湾民众以外呢，也搁再强调深化民主、争取国际支持。因为咱台湾呢受到这境外势力的威胁甲渗透，也造成咱台湾国内有真侪假消息。政府也希望透过强力的手段来强化掉这个假消息的打击以外，也强调讲台湾正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准台湾失去了民主自由，是世界的一大损失。另外，针对两岸的关系总统嘛强调讲，捍卫主权甲民主自由，咱绝对无让步的空间总统嘛呼吁北京当局讲，小泽绝对不是选择只有尊重咱台湾人民对主权甲民主自由的坚持，两岸的关系才有法度通发展伊嘛帮讲，伫疫情解封，咱有法度来找到双方拢有法度会当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伫总统的谈话最后也讲咱台湾的本地是伫咧崩坑内面，找到迄个光伫咧乌迹，甲希望讲会当乌出一条路，咱台湾即摆也行伫咧这条路顶头。也台湾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甲民主深化，拢法度兼顾着一个全世界规个发展。也强调讲，咱台湾是一个真民主、真自由，而且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也希望讲，我是一个台湾人，正做咱伫咧外口会当讲出去的骄傲，徛伫台湾看世界，台湾加油。总统嘛讲要互台湾成做世界的台湾，嘛要互世界一个愈好的台湾。希望咱台湾的价值会伫世界上愈来愈重要。这是今仔总统上市这个谈话的内容。
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号称地表最强的 AH-641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可挂载各式空对地攻击武器。 加上优异的飞机性能，在总统府的头前，在这个天顶呢，即马特别有5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编队。这直升机呢是有2边，因2边拢喷上一个国旗，会飞过着总统府的天顶，而且加上拄则这挂这个大北北国旗呢，计共有11百个这个国旗会飞过着总统府的天顶，用11百来庆祝着这个双十节的活动。 另外，阿帕奇还可以超越各种地形障碍，适合执行各项紧急应变任务。即便大家演出的经验丰富，对于在国家生日的这一天表演，仍然是战战兢兢。今年的7、8月特别炎热，所有的表演人员顶着烈日艳阳集训。 每天都卯足全力准备，不只要做到更好，还要做到最好，压力真的很大。请大家看向总统府正上方，请大家为我们的飞行员及机队掌声鼓励。 大家早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道奈緒です。大家好，我是大道奈绪。父亲来自日本静冈，妈妈是台中人。所以，即马这侪人哦，拢开始准备要买机票，准备要出国咯。你讲拍算讲在上来要去对佚佗咧？若是有机会吼，其实今仔日这个帛琉总统有来到台湾参加咱这个活动嘛。其实我去过帛琉这个所在，我是真推荐大家会当去到帛琉迄个所在，因为去到迄个所在吼，会当讲因迄所在啦，环境真好，海也真清气，而且呢，你人若是跳落去海内面呢，就敢若人跳入去水族馆内面哦，规定的鱼啊吼，鱼虾水族吼，甲你围在你的身躯边，所以我感觉讲吼，若是无想要去遐，无想要遐去用搅扰啦，莫遐飞手机啊，完全呢，就是浸伫咧海水内面。我迄阵去5天，这5天拢浸伫海里，甲这鱼虾水族做伴呢，真趣味。咱嘛知影讲明仔载开始哦，去日本就唔免强制，嘛会使自由行哦。所以咱做侪拢讲哦，咱台湾人去日本就那像咧行灶骹咧。其实你即马去看你的面册，啥物已经有够侪人拢伫日本咧佚佗咯。因为因即马倒来台湾就唔免搁隔离咯。所以即马吼，即马日本的机票听讲嘛已经真歹订咯。所以你要啉袂掉嘛，要去啊，就对啊。哦，真正是爱拍算啊，紧来订机票较重要。对啊，而且吼，今年这个旧历过年时间真长，所以真侪人嘛拢会安排去到日本迄个佚佗，因为自咱的统计啊，咱台湾人上爱去的国家就是去到日本。对啊，所以呢，在今仔日这个表演的速度内呢，也邀请一个非常特别的团队，是为来自日本的京都来的团队。对，是国高校哦，国高校这个管乐团哦，最近伫台湾是造成真大的轰动哦。因这届是派出90个团员来到台湾哦，其中是有88学生，5个老师哦。咱做伙来欣赏因精彩演出。
这个来自咱日本京都剧高校的这个学生剧团呢，因伫咧日本比赛常常摕到金奖，因为比赛时阵拢穿这柑仔色的制服，外界拢甲因叫做是柑仔色的恶魔，这代表讲因的表演时阵是非常厉害的艺术。咱这届双十活动呢，也头一届邀请到一个国外团队来演出。咱拢知影，种分这种管乐器哦，爱正出来是正忝哦。因的演出哦，是一边分乐器，佮一边跳舞，一边佮换队形哦，所以拢佮爱配合动表情哦。所以这个对顾问是讲哦，因好时啊一天哦，至少拢练5点钟哦，迄个训练嘛练到12点钟哦，真正是非常的辛苦。咱拢知影讲哦，其实在这回啊，咱要邀请因来参加咱的双十节的活动表演，让咱的台湾民众感受到因的青春活力和美好。亲像因的表演主题，或者是台日友情50周年 ，Always 活力满满，笑容满满，梦想永远是满满。
咱看到这个来自日本京都剧剧校因所带来精彩演出，伫咧最后的时阵有演奏一个歌曲，就是马里奥，这个马里兄弟这个歌曲呢，就是迄个日本任天堂这个游戏内面这个角色这个音乐吼。所以其实吼，真侪人听到了如此款你应过算迄个电动游戏一种回忆啦吼。细汉拢我算过哦，确实哦，咱对这高中生的表演会使感受到青春哦。听讲因来台湾的第一顿都有食到咱台湾的咸酥鸡、甲粉圆的红茶牛奶哦，相信因一定为这段台湾的旅行哦留下足深刻的记忆。而且呢，拢是平平拢是高中生，伊也来到咱台湾啊，也有含着咱台湾咱在地遮的真侪高中吼，真侪是女中因有共款的家己对共款有做共款的交流，也希望透过着这款无共款的国际交流活动，会当互相了解到哦，其实对方的过程啊是安怎训练呢？包含排练一寡眉眉角角，家己互相参考、互相学习安尼。昨哦，伊嘛甲小明女中佮拜女哦，做伙伫两厅伊的广场表演，听讲嘛是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哦。即届的顾问嘛讲哦，这是疫情以来因头一届哦出团会选择台湾，就是甲咱台湾有真特殊的友情哦，所以相信这抓大家拢是友谊满满。也讲到这个台湾甲日本吼，会当讲是非常友好，所以呢，接落来呢，在这个咱总统府头前要来进场的，就是咱的日华技园昆丹会游行。即马进入的是咱日华技园昆丹会，也就是日本国会因下党派这个下党派组成的技园联名，也个咱台湾的这立法院的台日交流联谊会所组成的游行队伍。这个日华技园的昆丹会会长古屋贵司众议员是带19个参众议员组成的团体来到台湾来恭贺咱的双十节哦。会长古屋贵司伫今年的8月份，伊嘛来来台湾哦，伊真侪届拢用台语讲哦，台湾有代志，日本有代志哦，嘛得显出伊对台海阁有科技安全的重视。立法院哦，目前伫日本参众两院哦有260个议员，是日本国会上大下党派的友台团体。会员人数不断增加，今年台日交流联谊在立法院，咱的台日交流联谊会是伫咧民国81年成立，今麦有95位的立法委员加入，这是对台湾来讲呢，咱台湾甲日本正重要的交流管道。今年是由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带队来游行，今年也是这台湾日本交流协会成立50周年，所以咧伫台湾也有日本双方呢，也拢举办真侪庆祝活动。咱嘛看到讲，咱开始有讲到日本对明仔载哦开始就全面开放自由行咯，嘛唔免签证哦。咱台湾对13开始入境嘛唔免隔离哦，所以哦最近两国的交流是愈来愈密哦。这个国会日华议员恳谈会的重要会谈会，以尊重多元为特色，将4大党派的声音纳入，由各党各推派1名委员来担任副会长，包括民进党邱意莹委员、国民党陈义珍委员、民众党蔡壁如委员、时代力量陈椒华委员。跨党派的组成，展现台湾国会对台日邦谊的重视。刚刚议员们也对我们的元首比赞，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成立于1973年的日华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观光等领域上，都扮演了实质交流的重要角色。今年8月23号，总统接见日华肯议员时，也表示台日共享民主自由价值，是安全攸关的伙伴，双方将持续合作，共同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日之间多年来也建立出患难见真情的紧密伙伴关系。国务会长最近特别以台语表示，台湾无代志，日本无代志，表态力挺，让人非常感动。不管是日华肯，还是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在台日国会外交、
对日关系建立与发展上，促进了台日产官学界以及民间社团绵密持续的互助合作，让台日两国成为紧密而真诚的伙伴。谢谢卜龟司会长所带领的日华议员恳谈会祝贺游行队伍，以及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带队的台日交流联谊会，让我们台日友好精神继续下去。接下来的压轴节目是由台湾街舞文化推广协会规划及无限梦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特别邀请曾经获得2面金牌的台中小美女中一项表演，就是这个街舞霹雳舞的表演。你敢知影？其实我会晓跳街舞哦。我唔知咧，冇看过你跳过。我唔但会晓跳街舞，也晓做歌戏啊，做里里扣扣代志。其实伫咧学生时代吼，其实学过真侪物件，而且听讲未来这个奥运同款会有这个。对，8个奥运开始哦，都有霹雳舞的这个比赛，会在进行的比赛的项目内底哦。所以咱台湾即马做者选手哦，嘛拢真认真拍拼，在准备要去参加奥运咯。对，也其实呢，在今仔日这个最后一个大型的一个演出哦，就是咱阿妹演出，是邀请到咱台湾中部这个团队来演出，而且这个霹雳舞内面这个老师有的吼，伊讲是讲，伫咧霹雳舞内面是真。神拜啊，就是讲我未前出世，因就开始伫咧跳这个街头运动，这个霹雳舞，来邀请咱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执行团队特别利用周末整合排练，每次的练习都是成长的过程。相信对这些年轻学子来说，都是极具有意义且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盛大的精彩表演。表演总共有6大段落，代表街舞的年代演变与传承，从个别风格到整体以跨领域合作呈现，象征台湾发展融入各式的多元文化，展现整体精神与价值。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跳出团结力。这个表演团体哦，会使讲是这个表演上大团哦，有台中小平路中的管乐团，甲中部地区19间高中这学生啊，做伙来组成一个300个人的表演团体哦。伊是演出跳出团结力，舞向新世界，要来庆祝家生日快乐哦。也相信咱所有人拢为着咱这届双十节活动表演啊，特别是学生囡仔，因拢是利用这个放学了后，或者是假日时间伫咧训练。我相信讲在因的人生记忆当中，来到咱的这个总统府头前参加双十演出，我相信这是一定人生中一个正特别的经验。被尊称为台湾街舞始祖的黑潮舞团。黑潮舞团成立于民国73年，由江明亮所创立。
两侧卖力的年轻学子们特别排出双十字队形，加上管乐的吹奏配乐，活泼动感的队形编排，展现台湾热情的人文精神，一起欢庆台湾的生日。不少的朋友都还记得最长寿的电视节目《五灯奖》，悠扬的节奏搭配轻快步伐，象征台湾走向自由热情，走进缤纷色彩。舞台上由 HRC Studio 张毅老师带领，与 R&B 结合 Hip Hop 曲风，展现90年代的舞感风格。管乐队也加入简单的动作与队形排列，一段音乐展现2种表演，代表着台湾不同面向，包含庄重与活力。青春洋溢的学子们排出箭头队形，重低的声波共振，做出渐层效果，呼应台上舞者要让所有的观众锁定目光，一同享受国家庆典的祝贺跟喜悦。随着时代的演变，街舞从单一的舞蹈形式，结合了新时代的重拍节奏与多变技巧，到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新潮嘻哈舞风。现在舞台上是由 Magica 舞团 Rex 老师所带领，以现代流行的电子乐搭配具有速度感的震撼舞风，带来爆发性强烈的视觉感受。厉害的来了！舞者帅气的剪刀脚空翻，要震慑大家的眼球。
学子们以机械舞渐层排列，展现电子音波效果，搭配台上多变的舞蹈技巧，丰富而且多层次。接着是由高难度技巧的霹雳舞常胜军、反土艺术及 Flying Space 所带来的演出。舞者将人引体上抛，象征台湾将会一飞冲天，站上国际舞台。管乐队也以圆形队伍围绕，搭配音乐吹奏，就像我们台湾人民的团结力量。舞者借由伙伴胸口迈步前进，象征大家只要团结齐心，终将稳健踏出成功的每一步。霹雳舞将在2024年进入奥运殿堂，成为正规的竞赛项目，令所有人相当期待。台湾许多职业舞者们目前也正积极地于国际间推广霹雳舞，相信2024年台湾定能在奥运发光发热。刚才看到的是学子们以重拍节奏做出自体声响的拍打，搭配洪亮的口号，展现台湾的气势与活力。同时，现在听到的音乐是来自部落的天籁美声，带着满满的祝福，也代表着我们都会好好的。最后的表演是由所有舞者搭配管乐队带来的大合舞，乐队以跳跃动作及放射状队形带动气氛。就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努力，为台湾加油，骄傲地对世界说 ：We are from Taiwan。年轻学子以色彩变化排成国旗图样，象征对国庆典礼的诚挚祝福。台上的舞者们也在结尾时将以队形呈现代表台湾国徽的12道光芒。此时此刻，我们一起为台湾生日庆贺，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请来宾给予掌声鼓励。感谢我们同学们带来精彩的舞蹈。每一个单位都为今天的表演用心准备了好几个月，一起为中华民国庆祝生日。在这里，是不是在借用大家的双手，用最热情的掌声感谢他们？非常的感谢台湾街舞文化推广协会以及中部在精彩的歌舞表演煞尾了后呢，就是逐工各这个双十节活动上届压尾，也就是大家上届期待的，就是由雷虎小组出动5台 AT3教练机，以大型的队形呢会飞过着这个总统府的天顶，而且会用红、白、蓝3色的这个彩烟呢，来为做这个双十活动做一个 Happy Ending。大声发出咱台湾人加油！请所有的来宾跟我们的飞行员挥挥手，鼓励他们。中华民国中枢暨各界庆祝111年国庆大会到此圆满成功。非常感谢总统、副总统以及贵宾们的莅临。搭档的雷虎冲场哦，就是节目的收煞咯。咱今年看到上青春、上活泼的表演，也看到上在地、上国际的台湾文化的特色哦。所有表演活动拢要同咱讲团结真有力哦。那么知影搭档的7、8月份哦，拢是台湾上热的时阵哦。这表演团队为了要有上好的表演哦，大家会使练习的时阵，会使讲是拢是留甲大粒歌、小粒歌是非常的辛苦。也毋过咱今仔看到讲哦，因的这歌绝对是无白流哦，是真有价值的。而且咱拢知影讲吼，咱台湾正做这世界当中的一份子。台湾有一句话讲吼，迄个险球啊，特别险吼，细细一粒就会险，也符合着咱今年咱台湾的主题，守土卫国，你我同行。徛伫咧台湾顶头，无分你我，咱共款拢是共一个族群。无论你是对倒位来的，伫咱台湾这个土地拍拼生活，咱爱做伙来团结也拍拼。咱有台湾创新的经验，伫咧创新，要祖先真侪物件留互咱斗传承，加上咱台湾人肯拍拼、肯上进。咱也期待花开满天芳，结子才惊人。祝福台湾，咱明年再相会。